这个啥子方面的，这样再去你这上面把然后把那个那个就是这个哪种当天的时候光体育这个应该把然后谈了以后，那也同时去影响。我以往年那个电子球以大家都知道，有些科技技术的水平已经是在肯定的了，那早就信息你在上面不能够打平的，那是他的领域。我也是有方向的，那情况的细节嘛，这些的话呢，年轻这些小伙子是人家学的上这个电力可能长期解决你这生命可能被台湾就可以认识到这么一个。我一些人我不想，他有些时候我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可以我们自己的批评，我们怎么样，说这些就是那是每月一次推荐一个适当产生抗体能让长期去你他们的，然后有他那一个也可以当个是原因。我已经放在这里，大家提供个这个这方面练习，我这里说最近也非常上面这里当时已经做过两个长段一个这些大家的你要学了啥子抗体能，这个长期去你这种人，然后他们就是那就他就是鼻子。我也喜欢这些。马上这个，这个现在就是这个。